誒嗱，以往嚟講，真係譬如要翻工咧，咁就真係唔係好多時間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嚟講，就即係冇話咁預備咗咁多嘅有咩時間我每一個禮拜會點樣做啊，或者係服侍神最多咧就喺教會度做司事嘅啫，我覺得咁已經覺得都 OK 㗎啦咁樣咁好啦，一個退休嘅日子咧越嚟越近，我就開始自己諗，哇！將來咁多時間做乜嘢好咧？咁樣咁其中一部分，因為我係一個基督徒，我係屬於城北華基嘅咁我可以貢獻多一些少時間俾教會做啲嘢咁樣。咁好啦，至到而家咧，我好感激即係身邊一啲朋友俾咁嘅機會俾我。就係特別喺呢個癌症互助小組嗰度去做些少嘅服侍，唔多但係咧，我覺得可以用翻我以前嘅嗰種專長，就係我去訪問一啲人。咁呢個癌症互助小組就係每一個月嘅第二個禮拜六喺下晝嘅時間，咁就聚集咗一班嘅癌症嘅病人啦，同埋佢哋嘅近親咧，特別係譬如話丈夫啊，或者係太太啊，咁係一個聚會，大家去分享，而且咧就係邀請到一啲有專長嘅人士，包括咗譬如話癌症科醫生啊，一個譬如話藥劑師啊，同癌症有關嘅咧，譬如話用個標靶藥咁樣。咁由呢個藥劑師解釋啲標靶藥嘅作用啊，有咩唔好嘅地方啊，有種種嘅介紹啊。譬如話有啲係放射治療師啦咁樣。咁而我咧就咩專業都唔係咁我就係識得去訪問人。咁我嘅工作咧就係訪問一啲癌症嘅病人同埋佢哋家屬。咁特別咧喺最近咧，佢哋推出一系列嘅一個專訪，就係喺每一輯裏邊係訪問呢啲人士，而且係錄影咗嘅。錄影咗有咩好處咧？就係話喺每一次嘅聚會裏邊咧，你最多係聽20-30人喺度聽嘅啫嘛。你嘅經驗嘅分享咧，就係嗰20-30人。咁但係如果係錄咗一輯嘢擺上網嘅時候咧，可能全世界嘅人都睇得到，而佢哋獲益。咁我覺得身邊我都有好多嘅朋友咧，係患咗癌症，佢有好多係未能參與過呢啲咁嘅癌症互助小組，佢哋覺得好無助、好孤單。咁我經常都鼓勵佢哋，你不如嚟參加啦咁將來擺咗上網嘅呢啲咁樣嘅系列咧，咁佢哋亦都可以上網睇咯。咁呢個我係即係暫時嚟講係為教會做少少嘅嘢。咁當然我喺外邊好似我唔知講唔講得Across You Hub 燃動青年呢個組織。咁我喺退休之前咧10幾年，我都係為呢一個嘅青少年嘅組織咧係做義工嘅。呢一個組織佢係有基督教嘅成分，咁但係佢唔係宣教，而係利用佢哋活動一個平台，同埋一群較為成熟少少嘅青年啦嚟到咧係將喺外邊嘅一啲青年咧係拉埋一齊喺活動當中教佢哋點樣行事為人，有陣時間唔中滲些少聖經嘅味道俾佢哋，等佢哋聽咗唔會有厭惡或者係有抗拒，咁慢慢帶佢哋翻去教會。咁我覺得好有意思，咁所以我亦都係擺咗好多時間落去。後覺我係真係一個義工嚟，即係我唔係屬於一個組織裏邊嘅任何嘅成員不過如果佢哋係有一啲嘅 project， 有一啲嘅活動係需要我幫到手嘅，而我覺得都係自己嘅能力所及嘅咧，咁就我做啦。咁舉個例啦，譬如最近
佢哋有一個開咗網頁，可以咧就擺一啲嘅節目上去。咁我同教會一位弟兄梁立芬弟兄呢位亦都係亦師亦友，喺飲茶方面係好有研究。咁就佢哋揾我作為一個合作咧一個 partner 咧，同梁弟兄一齊咧拍一個叫做《寄語愛茶人》嘅節目。咁係一個系列嚟嘅。咁一集裏邊咧大概可能係8分鐘、10分鐘，介紹飲茶有咩嘅好處啊，點樣分啲茶啊，譬如話你選茶壺點樣選法啊，買茶葉點樣唔會俾人買咗茶翻嚟咧又會應該點樣儲藏，令到呢啲咁嘅茶咧係保存得好咧因為有啲茶可能好貴嘅，咁但係如果你擺得唔好咧，慢慢就變成好似垃圾一樣。咁呢個系列，咁我另外就我就嚟會同佢哋今次就去呢個加西、溫哥華、卡加里同埋愛民頓，就一個分享一啲分享會。咁就喺以往咧，我都有同佢哋去呢個渥太華同埋 Montreal 嘅。咁我覺得《號角月報》係一份基督教嘅月報裏邊好多好嘅文章。起碼喺而家現今社會裏邊，好多媒體好偏頗，製造假新聞，甚至好誇張一啲嘢。咁呢個咧，一個《號角月報》咧，我睇咗佢咁耐，係一個即係一個清流，喺呢個報紙媒體中嘅清流，係揸住好好嘅宗旨，能夠俾好嘅信息咧，俾一啲我哋嘅基督徒或者係非基督徒，等佢哋睇咗之後覺得聖經幾好喎，基督徒都好好嘅喎，講裏邊好多有道理嘅嘢喎，咁我慢慢咧就歸向主。咁所以我都係擺一啲時間嚟到可以幫到手嘅，幫佢手。可以咁講，從一個字出發，愛字，因為成本聖經最主要中心思想就係愛。同時哥林多前書13章咧裏邊就講到愛是恒久忍耐仲有係好多有關愛我哋點樣去施行，點樣去即係嚟到令自己點樣去施予一啲愛，或者甚至係接受一啲愛。咁喺呢個進行當中咧，我係用一個愛心嚟到去做呢啲工作嘅。譬如話我哋面對青少年，而家你知道都好多好反叛、好自我，佢自己內心有好多嘅講唔出嘅嘢，或者未必有人去聆聽。咁我覺得，如果我哋做些少嘢俾啲青少年，令到佢覺得有人愛佢哋，佢哋喺裏邊係找尋到一啲朋友，係大家可以講得係語言，即係大家所謂對嘴型講得通嘅。咁佢將佢嘅心裏邊嘅説話講咗出嚟，覺得係俾人接納嘅，無形中佢係得到一種愛。咁我好相信，當一個人佢係被愛，而佢係感受到嘅時候咧，另一方面咧，佢會將呢啲愛咧係發翻出嚟，施予他人，甚至咧係對翻佢嘅父母。以往唔覺得父母應該嘅，你煮飯俾我，你賺錢翻嚟俾我使，應該嘅。但係咧，如果佢知道咧，原來係中間係有個愛嘅話咧，佢對翻佢嘅父母咧，都會用一種愛嘅態度。所以希望即係話，我哋做呢少少嘅工作，能夠對人咧，其他人都係有咗好嘅影響。我覺得大嘅改變唔大。不過即係嗱，我舉翻個例嘅，當我哋做一啲嘢嘅時候，原來係可以影響人。最近有位女士，佢喺號角嘅一個週年嘅一個分享會或者餐會裏邊，咁佢走埋嚟同我講：阿蘇生，係喺呢個分享會裏邊咧，我哋有11台人咁。哇！揾咗咁多人嚟咁，話都係受到你嘅感召咯咁。
咩感召啊？冇咩做喎，我話。你知唔知啊？嗰陣時你捧咗個豬仔上台啦，啊！你話你每一日都係入1蚊2蚊，咁然後儲埋晒之後咧，你就攞出嚟捐獻俾佢哋啊！咁我睇你一個人，你咁樣都做到呢啲嘢，咁點解我哋唔做啲嘢咧？咁於是咧，佢哋翻去教會咧，啊，每逢一個咁嘅晚宴分享會咧，咁佢哋就召集佢哋弟兄姊妹一齊嚟，咁總共有11，11台，咁唔錯喎，咁我覺得即係覺得自己所做嘅一啲嘢，我唔係話有個專登有個，但我要去影響人啊，我自己係做自己嘅本分啫。啊，原來無形中係一啲嘢係可以使人到睇到咧，你可以咁做，我都可以用另一種方法嚟到做一個奉獻或者一個服侍。早上個禮拜我先睇個醫生啊，即係有啲檢查咁樣啦嚇。咁醫生問我：最近你點啊？咁我講俾佢聽啊，有呢個青少年組織，有呢一樣啊，一陣間會去加西嗰邊咁樣，即係我呢啲嘢最近活動點啊？點知佢講俾佢聽：你唔好太忙啊！咁即係退咗休啫，時間多咗，但係都唔好太忙啊咁樣啊！我知道佢作為一個醫生對病人嗰個關懷，咁可能即係話係時間多咗，但係咧係應該善用時間。意思即係善用時間，並唔係話我除咗瞓覺嗰8個鐘頭，咁剩翻嘅嗰16個鐘頭咧都要不斷做嘢，不斷做嘢，你要 fill up 晒啊！唔係咁嘅意思。而係即係話，你以往做嘢啦，終日都忙啦。咁而家咧有好多嘅時間，你點樣分配你呢啲時間？喺一啲有意義上，但係你亦都唔好忘記，你要自己係氹翻自己。有邊啲以往你中意做嘅嗜好，你做唔到嘅，而家嚟做啊！有啲閒暇嘅時間，嘆下你斟杯茶、斟杯咖啡，望下窗，睇下外邊個太陽落啊！啲雀仔而家咧埋竇啦，喺黃昏嘅時候啦，欣賞下佢哋嘅吱吱吱嘅叫聲，呢種都係一種使用你嘅時間，不過咧係用一種好靜嘅方式嚟到令到你自己一個人喺忙亂當中 calm down。咁呢種 calm down 對你身邊嘅人有冇好處咧？我覺得有好處。原來喺屋企裏邊，當一個人係靜嘅時候，亦都會影響到另外一個人。當就算佢心煩意亂都好，呢個人靜，呢個靜嘅力量咧，可以令到佢咧，亦都係靜落嚟。喺靜當中，大家有和諧啊，有細心嘅觀察，令到譬如特別係兩夫婦咁嚟講係和諧好多啊！對於退休之後嘅享受嘅生活咧，係即係我覺得有好處。我退休之前都有個嘅退休之前咧，都有一個嘅諗法，即係話我朝對口晚見面，太太會唔會越嚟越多嘅紛爭？因為睇過好多嘅報道咧嚇，兩夫婦嘅衝突反而多咗啊！因為以往你嘅注意力咧喺晒工作上，或者大家你又出去翻工，佢又出去翻工啦啊，或者有一個留喺屋企做嘢，有一個出咗去啦。咁大家即係面對面嘅時間咧係比較少。咁但係如果你係24小時，除咗瞓覺嗰8個鐘頭，你有16個鐘頭你係面對面嘅咧，唔多唔少你會睇到呢個人睇唔到嘅以往嘅缺點，你會睇到啊。咁有啲人咧係忍耐唔住出聲，咁我駁翻你轉頭咧，大家咪變咗有衝突啊。咁以往我都有啲擔憂嘅，會唔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喺我家庭咧咁樣？咁我發覺初期係唔多唔少有啲嘅。咁慢慢我發覺有一個方法，就係話慢慢大家係和諧嘅相處，喺呢種和諧當中啊，譬如話我食飯啦，
食完飯飲碗茶啊，斟杯茶你飲下。正而家我沖咗龍井喎，咁或者我而家沖咗烏龍茶喎，有咩飲杯啊咁。咁啊太太就會好欣賞咁樣啊。雖然佢飲茶咧，佢就佢飲得多，佢瞓唔着嘅夜晚咁，但係咧佢都即係當係應酬式又好，欣賞式又好都會答下你俾佢嘅茶。咁無形中即係互相嗰種相處咧係和諧好多嘅。呢個係我即係退咗休之後啦，咁到而家大概將近5年咧，慢慢去學習到嘅。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家庭咧係唔同嘅，盡量享受你退休之後嘅嗰個時間，盡量係諗好嘅地方，兩個人特別係兩個人嘅相處。以往真係你無論寫字又好，你係喺呢個玩太極啊，或者係品茶方面咧，以往冇咁樣嘅心情咧，盡量把握翻用你多少少嘅時間去享受呢啲，其實係天父俾我哋嘅嘢。